開就愛，想走慢走，他就走路。《詩經》係中國最早嘅詩歌總集，佢記載咗由西周初期去到春秋中期，橫跨共600年嘅詩歌作品。而賦比興就係《詩經》裏面3種最主要嘅表現手法。賦比興裏面最難就係興，咁就不如由興入手啦。朱熹係南宋時候研究《詩經》嘅著名學者，佢喺《詩集傳》裏面提到，興即係先言他物而引起所詠之詞。如果我同你講興呢一種寫作手法，甚至影響中國漢樂府詩，中國第一首長篇敘事詩《孔雀東南飛》嘅寫作手法，而《孔雀東南飛》呢首詩歌裏面，焦仲卿同埋劉蘭芝明明相愛又慘被分開，最後仲要殉情自殺嘅呢個故事，仲慘過韓劇。正所謂孔雀東南飛，5里一徘徊。係，我知你係唔會理我嘅。咁但係如果我同你講興呢種手法喺 K 房都聽到咧，解釋之前先聽首 K 歌先啦。一粒沙滲進浪漫恆河，一枝花很希望結果，每個渴望與伴侶一顆。Oh yeah. 一粒星要撲向浩瀚銀河，一絲煙都奢望愛火，美麗結局卻沒有幾多。最稀奇的那一個，心意這一個，尋找找，為何都找不到？為何有無盡辜負的單數合意的，永遠最難擁抱，未見到答案的傾慕和伴侶，無奈永遠找半步，誠誠懇懇祈求天主知道，期望會成就相戀的雙數，遇見的往往以為找到，又化作撲朔的煙霧，緣分似迷了路。呢一首歌道出咗嗰種急於脫毒出鋪，好期待唔怕受傷害嘅求戀期心情。如果你有仔細聆聽歌詞嘅話咧，你會發現其實佢嘅開頭係唔係太關事㗎。嗱，我唔係話完全唔關事啊，但係的而且確首歌嘅歌詞開頭係連一個人類或者一個小毒毒都係冇提過㗎，裡面淨係得一粒星、一粒沙、一支花、一絲煙，另外形容過關於銀河、恆河等等嘅相關景象，引發我哋對追求愛情嘅聯想。嗰啲銀河啊、恆河啊嗰啲畫面，好似愛情咁浪漫美好啊嘛。而我咪就係嗰啲一粒沙、一支花、一粒星、一絲煙咯，得我一個人，仲要俾人話我生得似絲煙。Exactly， 興咪就係咁嘅意思咯。喺作品嘅開頭形容一個景象或者畫面，引起大家嘅聯想之餘，營造氣氛，等大家有 feel 啲。至於賦，根據朱熹《詩集傳》嘅講法，就係夫陳其事而直言之也，亦都即係話啦，將事情嘅經過或者內心嘅感受好直白咁表達出嚟，就好似以下呢首歌咁。我怕面對你說到生活時，後悔過往的幼稚爭議，沒你的動人時節，喧嘩歡騰亦已經並無意義，閒話到此，遺憾到此，結論是回憶總要到此，雖則你難忘記，這戀愛遺物終須棄置。到此為止，呢一首歌好直白咁樣將歌者分開咗之後嗰一種唔捨得又被逼要接受現實嘅傷感描述咗出嚟。首歌咪就係講緊我咯。唉，值得留意嘅係咧，喺比較長嘅作品裏面，賦有時候會同排比結合使用㗎，就好似閒話到此，遺憾到此，結局是回憶總要到此呢一句咁啦。咁咩係比啊？係咪俾人 hurt 嗰個比啊？定係俾仔飛嗰個比啊？
比根據朱熹嘅解釋，就即係以彼物比此物嘅意思，就好似喺《詩經·魏風·石鼠》裏面，將大老鼠比作貪得無厭、不停欺壓老百姓嘅君主一樣。而喺《長子》呢首歌咧，就將單戀南方嘅自己比作一張碎花牆紙，唔能夠引起南方嘅注意，只能夠默默咁樣陪伴喺身邊。牆紙一般貼在門牆，是我填充畫面那內容，無權伴你躺臥。想知這個碎花只裝飾你的堂皇神殿麼？可曾被你欣賞過？嚟到呢一度，唔知大家有冇發現呢？一啲千百年以前嘅文學手法咧，其實喺而家嘅日常生活裏面都仲係可以見到㗎。如果你覺得學好中文係好離地嘅話，希望呢一條片可以引起你學好中文嘅興趣同埋動力。我哋下次見。咁其實你可以預翻就係每一堂咧會教1至2份卷嘅，咁而至少會教4個以上嘅 skill。有個特色係咁嘅，我每個課堂嘅設計裏面咧會做翻大概有80%嘅內容係你即刻學完，即刻就用到，即刻會高分嘅。咁但係另外有2至3成嘅內容咧係啲叫長期訓練嘅嘢。嗱，咩意思咧？考中文咧，除咗係考一啲即食嘅應試嘅技巧之餘咧，係考緊你個思維嘅模式㗎。有個嘢我成日講到口都爛㗎，咁就係最忙嘅唔係你嘅手，唔係你嘅眼，係你個腦，仲要識諗嘢。有一啲長期訓練嘅 skill，例如我舉個例啦，綜合嘅拓展，綜合裡面嘅一啲去論證事件嘅能力。咁呢啲嘢咧喺每個堂都會教嘅。咁例如今堂你學咗啦，佢就係嗰2、3成嘅裡面啦，一定要長期訓練嘅嘢啦。咁隔幾堂又會再見翻佢噶咯喎，但係到時又會再深啲。亦都簡單嚟講，有啲嘢係即食嘅，有啲嘢係長期嘅，一層一層咁堆上去，越學越深嘅情況之下咧，希望可以幫大家攞到一個星星嘅分數翻嚟㗎。